喺水库也算水源期附近，沙漠自来水好用，讲起来有18风潮个。台中央东市区台沙港水坝升嘅太行地沙河巷，有80户居民一路以来都系储地下水，也算用河坝水。不过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嘅，乡亲录音望论有自来水好用，再因为强干线收费太高嘅，也多年来总系本水利署推倒转来。庆丰里也发生安尼嘅情形，更加嘅只嘅210户嘅居民还系抢建议自来水好用嘅。也得本自来水公司看做该草地该配角嘅天气，而抢自来水有乜嘅困難，居民又係用嚟過熱的呢？羅粉生錄影站帶我哋去關心。咪咱这水会使对几栋哈呢？80栋，好。咱自时间到即满几工2礼拜吼。2礼拜吼，2礼拜左右吼，2礼拜做这，咱都开始讲差不多1礼拜嘛吼，做要1个月咧。而家80吨嘅水塔係日本家用嘅40倍。這馬雷禮拜開闢70萬，土木卡後背按了個太水塔。風采來，水都變落落，變真垃圾。真垃圾我就時間去淨化，啊我將之個那個水管莫打，做下有虧錢吼，做下虧錢莫打機。一般上禮拜、幾禮拜上什麼都冇水嗰種，吼啊所以水塔個天要做較太烈，較太烈有一個好處，因颱風之前先打水打不進南來，吼啊就慢慢來修理。看那沃土庫列得嚴格嘅棚頂，雖然只冇農業量嘅水塔，不過係講獨到風采愛當10年左右，有時節還真幾無啦。所以禮拜這馬雷按太水塔，除了使用較嚴、較周全，也是得照顧鄰舍。電政府我唔對電動內事，俺那做較太烈，吼，慢慢因為冇自來水，少年人、較年輕的孩子吼，佢攏冇轉來量大，漸漸量都要變老人村。老人村那水塔較太烈的，一般是10幾年啦，伊就個落坡那較冇辦法去攀呢，嘛是得本人用。東市區太興里沃土庫列得大概有80戶。應該生活用水差唔多係超地下水，也係附近嘅河壩水。也就係講，嚟到水塔底部嘅水，唔係水土水。另外，按入總督嘅轉橋船，南兩嘅管線要到向溫泉區接溫泉水嘅鐵樹建關。其他嘅冇講，但像係潮水摩打愛用皮嘅天料，就比一般水土水用戶嘅水料還較高。因為天前人嘅平均都叫吼，今年差唔多1.5 克啦，因為攏一個天表攏幾啊附近都用吼，大家都照用水的量去分擔，吼1.5左右。呢片就係沃土庫居民重要嘅水源體，太甲河嘅支流沙連河船，以所簡單嘅斷水池地背當同熱水，船項呢片一台潮水摩打，甲片一台潮水摩打。有到行到了解，看起來像公料，其實係用來加設潮水設備嘅鑽木地背，而係有南兩嘅水缸，有幾條行像天線寬寬，對河壩上背牽過去。因都係冇出來水，吼，冇出來水攏家夫婦吼，攏都攏一家裝一個蓄水池，吼，蓄水池就引進個攏個因河壩船嘅水入來，啊將打去木卡，差唔多打幾遠？我打哦，兩個3-4公里，嘿。居民平常時也要注意同修理，呢度盤山過量有3-4公里嘅水缸，拖板路項堵到一條意外。有當時啊，人行路迄着石頭啦，啊是講鋪草折就掉啊。講啊，就安尼就掉啊。嘿，安尼伊就破掉，啊破掉就愛過去維修啊。沃土庫嘅居民大部分係工種人。一直以來，農業所使用嘅灌溉用水就係河壩水，也係地下水。另外講到愛惜嘅水，
也建议大家较注重康健，莫嘛干啉下水。你水壶底摆吼，就球我拢一层一层白灰啊，按多诶，石灰池按多啊。是的，以前嘛用碱水啊，那就是石灰池一斗啊，那吃的不好会结石啊。啊，后来就请我不用款的。世界水去我买卖，其他嘅用水还系可以是地下水，不过虽然并冇问题。有时候那个碱水没有啦，会干掉啊，啊冇需要洗啦。咁冇水洗噶用水？用款的呀，去外面嘿。要做呢会款？外面山泉水啊，古关。长期无水土水嘅沃土科居民，为咗用水用晒各种方式去适应同争取，不过辛苦得到嘅水，洗起来还系有条件。那讲无台风吼，无台风无太热吼，这个月一摆都是的吼。啊，那一般啊吼，台风无做水，上游那讲大甲溪上游那就落太水的时候，一般上礼拜都慢一摆。真担心是农药的问题啦，吼。那因为的用水的水源吼，上摆较容易出到有一个安养院的废弃物，啊，有较容易出，有就跟那个饲酒厂，啊，饲酒厂虽然经过河坝3年后的流一些净化作用，啊，倒得啉唔得嘛，一定影响啊。张日子系沃土科居民，平常也同林下天秀去4000公里远嘅国关，在八仙山嘅山产水将来啉。平常我卡来讲吼，你叫我去载一摆咯。看人数啦，差唔多6万人吼，6万人差唔多该半个月。张日子讲，平常时载一摆水要用派5点钟球，一台车实际上2吨嘅水，费用系2500块，上添油钱、铲到工钱之外，也算系服务黎民。大家平常系安尼，该晚夜就去载一摆水，无需要讲多麻烦。当然麻烦，冇水都冇多人入嚟啊，政府都唔知咩物解啊，係嘛？抗爭抗議嘛無效啊。为什么别人的地方一样是石缸，我们这边就没有水？这样山上胸背卡胸背讲就嘛有自来水啊，我们这边为什么会没有？沿江对水坝无3公里，啊沿江嘛复数嘛大概拢爱咧，嘛就签统计数出来咧，人们都等自来水，到得了计算的中央部来那个自来水处，嘛冇了解，嘿都苦等无啦。同时，地区无水土水是这种嘅蔬菜，还有幸福里500户左右嘅居民，其中嘅220户系使用那种简易水土水，其实就系同河坝船流江，佢用摩打同水抽到山巷嘅太水塔地摆，佢分送到人家嘅片。我咗清呢個泥沙咩嚇，泥漿啊，3種人去4多，係啊。其他管線方面嘛？管線咪嗰種對佢市場破啲嚇，按做下就係先轉移去巡下、維修下嚇，咱礦嘅做下就係接咩。安尼嘅建議水土水設備係30萬年前地方政府所安排，不過冇一般水土水管理同消毒兩條常識，居民用起來還係有點應付。他把它那些下雨哈，落去落雨的時啊，會有帶泥土的水幫忙所做的。天地公司頭擺個水道工程了哈，
可能灌浆的问题可能石灰质比较强，石灰质侵害的问题，所以就起来做水中也袂啪啪去成。居民讲解台电工程是10多年前嘅事情，虽然无法度证明呢工程同水质有直接关系冇，不过无水土水好用嘅居民，还係知道自家唱係指定公民，所以到9年前，經向水公司申請加設管線，不過到了下，天氣工程攏係盲做拍。在民國91年就那申請幾下擺，水公司從安尼安裝好起來啦。以前970人公頃叫按佢哋面積今年4多水無法突破同安尼維持啦就第一次就普分就便宜也1500萬，發包體起工程都是要忙透的，給它停擺下來一般都已經忙過來。施工密皮套7公里7公里加上這個是鋼管還有個支管，因為這個包括放在靜態，所以它整個經費來講大概要8900萬，差不多9000萬。東西起127平方公里幸福里就佔19平方公里2/10較多，所以個面積當寬，23頭過23頭，23頭過23頭，做次落去，牽次落去，其實係都冇方便。按多年來，為到水土水嘅問題，幸福里嘅居民申請過幾下擺，另外同下港水壩船嘅沃土科80戶民眾也係窮困。按呢下港壩水中下透出本台中市彰化啦、台中啦，幾下100萬人口頭用水。按呢個同下港壩船項嘅泰興里既然冇次落水。東勢慶福里和泰興里，它是處於就是比較偏遠的地區。那比較偏遠地區我們管線要達到這幾個里就比較困難，必須經過加壓以後，那埋設管線也很長，那經費龐大。呢位愛按水土水管線，同水利處理片要優先順序，也就係講，同有限嘅預算之下，大家必須排列落定。水利署它會依照這個里這個里的工程費多少錢，那除以用戶數，一戶要多少錢？就水利署負擔多少錢？他會依照這個每戶的成本高低，來分這個優先順序。所以等於說排隊還沒排到，對。需要這些錢的人全台灣真的很多啦，所以他才會以說最少金額優先辦。他們本身我記得蠻多，開始是8萬塊，是吧？每一戶8萬塊，咁樣較多咩？慢。一提升8萬做賠，開這個9萬，這樣這邊10萬，慢慢提升了，但是因為我們這個費用真的太高了，所以說本來送去是賺不夠，原因在這裡。照按你來算，幸福里嘅搭戶平均費用高達72萬，看來還真有可定。但係泰興里沃土科嘅工程預算係22萬左右，就還有一絲希望。不過就算合乎條件，還有土地取得嘅問題。需要設置這個加壓站，或者是配水池的話，那這土地呢，依照水利署的作業要點呢，必須由地方來無償提供這個土地。過去就可能有一寡地問題啦，因為要管的人、欠的人是地，但是迄就是我只自來水這邊是袂用哩就對啦，所以講迄個無效因的規格啦會下規格會管袂出來。種蔬菜來做水塔係係生態嘅問題啦，因為地方當多風水，冇本人土地冇本人做太水塔都講嘛他要做兩個配水池嘛，一個加站嘛，兩個配水池，兩個土地了。里中已經取得一個了，另外一個在牡蠣中我們希望講給肯程度按按的辦理這個共享的除了土地取得之外，沃土科這邊還有一個問題要解決，希望
未来就算水利署通过预算，执行可能也有困难。在80户地带几乎总还没有使用执照，没有建筑执照几乎总还没。希望说，按照农发条例，第8条要先强资财事，那当地政府就会开接水证明给我，我们就能按照这个来办理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希望这80户通通要符合的接水的要件，那才能去办理啊。目前木渡区新城架设水土水管线已经送到水利署做评比。除了居民和土地池泽接受居民那条问题要解决之外，就等水利署本那条带头下降水坝船，看得到水实啉唔到水土水嘅居民而家满意嘅答案。除了之前，經強權還係安慰自家嘅生活用水，可以比一般民眾慳較多嘅錢同時間。一路係1禮拜嘅客家新聞插紙，感謝大家嘅收看。上週日台中市南屯區嘅水神堂受到破壞，本人講係文化界嘅大埔事件咯。農一早馬上喺本人公告咗視聽估計嘅百年老屋會遇到安尼嘅命運呢。面對都市開發，估計安樣呢順發下去。下禮拜向下嚟關心，我哋再會。